海十計府3期整體嘅小區分佈。咁3棟呢，就係呢個90平方同埋109方，因為係一梯2戶，總層高係11層嘅。過嚟呢，就係1棟、4棟、5棟、77同埋91平方嘅3房，65方都有係2房，不過已經冇咩貨量啦。咁小區嘅話呢，係一共有5棟樓，一棟已經賣晒，依家賣緊係4棟、5棟，仲有就係2棟同埋3棟。呢個呢，就係小區嘅一個入嚟北邊嘅門，過嚟呢，就係呢度過去係1棟，再過嚟就係4棟，再過去啲就係5棟，總層高係33層嘅塔樓。咁呢邊呢，呢度2棟呢，總層高係板樓11層，呢棟呢，就係3棟，總層高都係11層，一梯2戶，即買即入住精裝修交樓。有興趣睇樓嘅朋友可以評論區留言。而家呢個示範單位呢，係總層高11層，一梯2戶嘅板樓，南北通對流嘅90平方3房2廳2個衛生間。我哋睇睇入門呢個位置，入嚟左邊嘅話呢，係有一間細房嘅，細房嘅陽台係向南，採光通風都冇問題，可以做個書房或者兒童房。咁出到嚟呢，左邊南邊呢，就係我哋客廳嘅位置，客廳係向正南嘅，採光視野景觀都好開闊。對面過去東面嘅位置呢，就係華發商都，距離樓盤嘅話呢，800米嘅路程。客廳嘅開間呢，都比較闊落充足。咁對過嚟北邊呢邊呢，就係個餐廳位，餐廳坐個6人係完全 OK 嘅。南北對流，通風舒適，住家舒服。廚房嘅位置呢，係預留咗冰箱位。再過嚟呢，就係我哋呢邊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，係帶一個獨立嘅衛生間、套間嚟嘅。陽台嘅朝向呢，都係向南邊，可以放到1.8米嘅床。呢邊呢，有定做嘅衣櫃，預留床頭櫃嘅位置。再過嚟呢，係中間呢度有一個公共衛生間，向西邊嘅。
民服務中心啦，畫發商都啦，仲有就係我哋嗰個領航小學，呢個係電梯位，對面仲有一個湖，一拖兩